演传师晚安。演传师晚安。主持人、甲负责人，咱各位电视的共同教育，尤其是咱负责人做主编吼，互咱来学习即套呢柚子禅经吼，咱今仔日呢，咱已经上到紫叶坪吼，咱顶解互即马看到遮吼，是咱顶解吼有上，是讲像要复习啦，像咱咧看迄个戏吼，甲咱复习一下吼。